我有看法，但是呢不好表态。为什么不好理解表态？那有些事情可能你也知道，那你好，不用定采访性这个，不是他要采访你，没有办法，你为什么要干涉呢？那这不用采访。就是那个新疆的那个26号的那个，他也提了。6月26。对，6月20。所以我只能说，需要更多的真相，包括这个视频的记录，包括其他的证据，能够证明这是恐怖袭击。就把这类所有的事件马上跟恐怖袭击啊，跟基地组织啊，跟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连在一起的话，这是对这个事件是很不负责任的，而且是不善意的。那么作为一个维吾尔人，我认为对这种行为提出反驳和很不满。